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公共电视当干事的候选名单出来了。文化部长李永得开记者会来讲明着提名的原因，后礼拜一由立法院来审查。这个都是不太对的这个征兆。伊是在线董事长谢金河，常在面对媒体对时事做评论。即马目前提名新任公司董事，去年9月公司当干事审查，刚通过7个董事1个干事。文化部3号阁提名14个董事候选人，阁有4个干事候选人。甄选的过程，其实我们就已经有考虑到要广纳不同的声音哈，这个叫做我强调的多元性嘛。我可以确定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立思考的人呐。文化部长李永得亲身开记者会说明提名每一个董事的主要原因。即摆互提名的有知名歌戏董美云、影评人文天祥，有 PPT 支付外号杜玉金，二位董事长高志祥，阁有大学教授有翁兴兰、孙家水、张金华、刘昌德。企业董事长有周义成、施正荣、王俊博。不过，外行这期收窄商业色彩。你说有一部分人商业，其实指的是谢金河哈，他对于媒体的经营专业哈，公广媒体啦，就是董事会跟员工之间呐，要做出很好的一些沟通哈。而这摆提名的干事候选人，嘛有教授像张玉培、王玉妮，阁有科技公司的蔡慧卿和会计领袖的高文宏。预计在月9号召开审查会期，若是顺利，公司第7届董事会就有望成立。